我哋好可愛嘅入境處官員，竟然可以5000萬旅客裏邊睇漏4萬個，睇漏4萬個。但係呢樣嘢點嚟嘅咧？就原來有個叫公民黨嘅律師叫做李志喜，李志喜咧竟然就幫佢哋咧打官司。2001，阿莊豐源係97年出世一個雙非兒童，即係阿爸阿媽唔係香港人，就喺香港出世。咁咧幫佢打官司，打贏咗大件事啦。跟住就慢慢原本得1991個，喺01年嘅時候，跟住短短10幾年就變咗24萬。可能呢個數字會爭啲嘅，因為政府可能最近呢2年有啲撳咗啦嚇。咁我而家實際數字我知道，2012年起碼有20萬，13、14年嗰個數字我估計起碼24萬。24萬喎！但問題莊豐源就嚟18歲咯喎，今年下半年咪夠18歲咯。咁即係佢可以申請老豆老母嚟咯，24萬 double 咪48萬啦。喂，大佬有幾多公屋俾我哋住啊？哇，大佬佢哋48萬個個嚟家庭團聚，我話俾你聽，我哋香港人唔係我哋想鬧，我哋唔係鬧佢哋嘅，而係問題係話我哋嘅香港人口冇可能無上限咯。係咪啊？林鄭月娥講呢啲嘢啊嘛。嗱，而家我哋雙非做得咁辛苦，走去街頭成日嗌咪，但係而家嘅問題係，喂，你整個三非出嚟喎！